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12月23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13篇，创世纪25章19节到28节，歌罗西书第1章15节到20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尊贵长子。长子的议题从古老到现在都是社会家庭的问题。小从家庭内的财产争夺，到造成大型企业的争夺，造成社会问题，甚至会造成他们的员工的权益受损甚至影响了就业的稳定，甚至到影响整个国家总体经济发展。我们知道有人就紧紧抓着长子的名分不放，其实说穿了就是为了争夺财产。但也有人是看清长子名分的，这种情形可以说是令人感到匪夷所思。事实上在圣经当中就有这样的记载，创世纪25章19节到28节告诉我们的这一部分的事情。以下是有关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记载。以撒40岁的时候跟利百加结婚。利百加是美索不达米亚的亚兰人比土利的女儿，拉班的妹妹。因为利百加不孕，以撒替妻子向上主祈求，上主答应他的祈求，利百加就怀了身孕。她怀的是双胞胎，胎儿在腹中相争。她说：我为什么要这样苦命呢？他就求问上主，上主就回答：2个国家在你的肚子里，你要生出2个彼此敌对的民族，一个要比另一个强，大的要服侍小的。他生产的时候到了，生了双胞胎。第一个出来的时候，身体带着红色，浑身长毛，像穿了毛皮衣，所以他的名字叫做以扫。第二个出来的手紧紧地抓住以扫的脚跟，所以他的名字叫雅各。他们出生的时候，以撒60岁。2个孩子长大之后，以扫成为了熟练的猎人，喜欢在户外活动，但雅各好静，常常留在家里。以撒偏爱以扫，因为他喜欢吃以扫打来的野味。利百加却偏爱雅各。利百加肚子当中的双胞胎，从母亲的肚子里面就已经相争了。上帝并且预言将来2个孩子，2个国家也要相争。但是大的却要因为看清长子的名分，就成了服侍小的国家。其实无论是长子或是非长子，都有他尊荣的地位。耶稣基督他所代表的就是上帝拯救的尊荣。歌罗西书第1章15节到20节，保罗这样提到：基督是那看不见的上帝的形象，是超越万有的长子。借着他，上帝创造了天地万有，看得见和看不见的，包括灵界的在位者、主宰者、执政者和掌权者。接着他也为着他，上帝创造了整个宇宙。基督在万有之先就已经存在，
万有也借着他各其所得。他是教会他的身体的头，他是新生命的源头，他是长子。首先从死里复活，目的是要在万有当中居首位。上帝亲自决定使儿子有他自己完整的特质。借着儿子，上帝决定使全宇宙都跟自己和好。上帝借着他儿子的死在十字架上，成就了和平，使天地万有在归属他。不但如此，耶稣基督看重自己长子的职分，谦卑顺服，甚至死在十字架上。这不就是说明呢？告诉我们，长子的尊荣不是因为看轻放弃，而是要看重长子的身份，愿意顺服天父的旨意，为所有人的牺牲。当然也不是紧紧的抓住为自己谋利。因此我们看见上帝就高升了基督，使万有都归属于他。诗篇113篇，要赞美上主，上主的仆人啊，要颂赞，你们要颂赞他的名。上主的名应当受颂赞，从现在直到永远，从日出直到日落之地，上主的名应受颂赞。上主统辖万国，他的荣耀超越诸天。谁能跟上主我们的上帝相比呢？他住在至高的地方，但是他俯首众视，观看诸天和大地。他从尘埃里提拔穷苦人，他从粪土中救拔贫乏人，使他们得以陪伴王子，得以跟本国的王子同坐。他使不能生育的妇女在家受敬重，赐他儿女，使他喜乐，要赞美上主。恳求爱我们的父神，让我们明白看重我们的身份，愿意顺服上帝的呼召旨意，使人因为我们而得蒙利益。荣耀归主圣名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